继续来看日本新号的设计创意中心，伫咧阪神大地洞了后，为着要来进行地方，所以邀请市民做伙打造全新的新号。因开发着有设计感的物品，像防灾包，嘛邀请长辈时代做捧，刺激着老大人的行动力。这届因甲台湾的设计馆来合作，来台湾办展览，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去参观。一个老先生手来提面团，一直烂，把起司放入去内面，然后再搁放培根入去，最后搁放碗葱仔放入去烘。这小烫烫的葱仔培根面包就出炉啊！那看起来真美味，过程中老先生拢真认真，嘛露出笑容。这是启动甲台湾创意设计中心合作，和高龄者亲身动手做，嘛互人会当食到因的好手艺。遊びではない本気の体験なので、みんな、活力が戻ってきて、よりワクワクしながら、人生を送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になります。新号设计创意中心伫经历阪神大地震了后，找来真侪新号的市民，希望用设计创意打造全新的新号市，特别伫防灾甲高龄化的议题上。展的设计成果，亲像是防灾包，用录影方式教儿童安怎避难，也佮互长者会当动手设计，嘛是引起真大回响。这个月嘛来台湾展出设计的成果，展览会是对初3一直展到明年2月，对创意设计有兴趣的民众，会使把握机会参观。